来这件是高雄的湖内有乡亲送囡仔去学校，结果看到一只山猪冲红灯走入去民众国小，画面铺上网络，引起着讨论。有网友滚酸笑，讲这个山猪冲红灯是毋是上课要迟到咯？民众国小的校长分享讲，老师甲学生看到山猪走入来学校，拢真惊喜。但是山猪乌白撞影响到交通，主人可能会去互罚款。青顶一个道车准备要起步，大通路就也袂使过，闹一湾乌影撞过。稍等一下，原来是一只细只山猪伫咧弄红灯。另外一段画面看到山猪酷酷走，走到运动场就停落来，请问你敢是来遮上课？昨透早，高雄湖内区的民众国小边仔，当时民众要送囡仔去上课，却拄到一只山猪走干那飞撞来到学校内底。快递民众社群平台铺文，山猪同学撞来到运动场，唔知伊今仔日上几门课，敢有叫家长带走？不过尾仔嘛是提醒大家，伊看起来肥嘟嘟，伫咧路里拢会真细腻。网友看到目睭是挺甲真大蕊，笑讲生目睭好白白，唔捌看见。上课晚到，佮弄红灯，就是进来，然后那边横冲直撞的，很慌乱了。然后我们看到他的时候，他还是很紧张，接着就从厨房旁边的草地跑出去。我看到的学生跟老师一开始都觉得有点惊喜啊，觉得山猪能够进来，他们也觉得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。当时通勤的时间，车真济，山猪恰着乌白走，惊着真济民众。主人无管好，会乌白拍走，违反道交条例，可能会互处罚。加在规个事件无人受伤，民众国小师生大部分的人是感觉真心惜。即马山猪主人已经给带回去，会好好教教，叫伊唔通搁乌白走，若无唔听家长的话，就算去学校，嘛可能叫老师骂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